故李秀珍刀子自去，都要这样他的一人而立。千岁爷特本晦气，正愿对他故推聘若令，特才教，命我另建一股笔处接他。这是吏部一无空缺，这便自无自好。金库君子李俊生，这是平凉太守，再来领取官聘。要是李俊生，再来领取官聘。哼！你姓李，姓李，叫什么真的？李俊生，李俊生。娘啊，娘！回去吧，不必再来了。平凉知府已经有成了。这平凉知府明明是我，怎么会另有他成你？不错，原来是你。可是天岁爷等你去盗财官，不得另为他们了。我要面见千岁太子，没有天岁爷的生气，就是这样也不会敲门。英雄，看英雄人者，莫非得了什么委屈了？千岁爷把我平凉知府的官兵发去给人了。英雄，恕我的意，你大概当下所遇，忘了从容一下了吧？李大人，李兄三。官令在此，送你的平凉太守去吧。成
官位御史才当道，得为官爷在下勤劳，把娘亲子放在民间，不送到民国宝，但愿菩萨多保佑，保佑我弟弟平安。在何乡？
什么放了？这些钉子是我们想的工资了。面对工资家里子，自古不应到钉子。当朝与公被出家，少年要到一中村，良心早被丢弃掉，我弟弟满腹问在虚无上，那刘金一肚子草吞红包。今日我无非担心今夜报，正则千里不能饶。你把为父今日的教诲不忘了吗？弟弟，这都是为了你呀！弟弟，儿啊！不曾为荣，曾
痛用错本，为什么？为什么？今生无念有脾气，可人现在是愚蠢，为人做下发长山我去天城，你能给滚滚一点说上天。让你大好日忘了娃子结尾，娃子。大哥大弟，可能见到我说我在不敌不报，包能啊！大哥大弟，你心中明白，怎么帮啊？没有啊！我家正会功劳之中有一个两金子，还有多金一种，这金子乃是替我所在的性命钱呐！就是正会，不仅帮忙在此，不铁你什么时候是第一的？这真是成全其冤呐！正如开口大明堂，为官村村齐交，不当分发当领导，反对无业下监牢，刘金福注定一把两天不送去。民不报，这是上帝不给你灵完他。弟弟，家父转回来，做儿一生就。
弟弟，弟弟，弟弟，别可能跌倒，跌倒了，姐姐，弟弟。弟弟，这位是妈妈。好了好了，你姐姐啊，她是舍不得开的，我来挑明了吧。这件啊，不是姐的，不是姐，是妈。姐姐，这个真的吗？姐姐，姐姐，你谁呀？姐姐，姐姐，你谁呀？姐姐。弟弟，不能拿呀！我也确定了，只要我啊，这趁他儿把两大家这里买下来，我也为弟是你们好。我弟弟不能拿呀！小弟弟，小弟弟，小弟弟，我家是开宁府的好人家，我爱他去呀，请我女儿做官，你尽管放心就是。我弟弟不能来，我家里。你是今天相知人对他迎啊门，姊妹他去要我问要问对公，家名是张张吉，两个是天花教育人，妻子是公公寡人。这儿不了你们应在此，你们姐弟两人好好的谈一谈，快准备一下，我到那边姐姐去。我姐姐不能来，那是嘛，就这样行了。你不能来，要来我，要来我。
吩咐你都是不你不能再把自问定自己，当自己的年苦在官场的，只要你个自去关的。
心，不如弟弟一片心，梅花春日连得紧，不如弟弟一片心，进去问当当家问，不如弟弟一片心，自呀自己给忙点，不如弟弟一片心，整日寒晚听地震，日高要挂望金眼睛，打春棍不留地，日高要挂望金。听杀春棍不留有才有貌、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叫李素萍。你们做弟弟的呀，快去观照观照，快去吧，他来了你。
妈妈在等我3年等，怎么等3年？姑娘，我们门户人家靠着关律过啊，怎能等这3年啊？调动我的心里，再也等不起来了，何必再等3年呢？妈妈，3年之后，我可以写书来本为你翻别。妈妈，我家远远等4分，再有3年正当的。今天是话你心烦，只是却不有分分我的事，我都怕你做才女，哪份有事不过你。就是有您3娘，给人一片3两银，3年之内我能为你找来这个真话听，你这一个是多年往夜晚你我等一个你这是买字一封，3两分你就文一篇，3年为你这个是亏呀，不怕人家掉了牙齿。妈妈你看，是我方岁书写梅花传记，这是我的此事文章。妈妈你看，你看呀。不长，真实的讲这一家子啊，这等过东城母鸡登凤凰，西家王居边地，王传国到自己，那一副回来不买笑，下买粉。姑娘也快乐在长桥，妈妈我从来下不着，你在这一做一通，我送你一条菜在树荫头。
庭断剑，夫妻不怕把人自抛。才女，岂不是生不那千金买笑？找那子追来征召金银贵，李子三配，李子三配。这是我玉瓦在先，早是3年之后负重买你的份上，你还得听我的。生了一个仙女了啊！我们那些大官人啊，要出3两银子买你1000子了啊！妈妈我心疼，从今日你就改名叫陈三娘。
表这买臣。不行，眼泪不行，妈妈，哎，怎么过去了？哎，点心贴啥了？哎，老点心，点心贴啥了？点心贴啥？点心。这是冰岛的灰水香了，这是加了羊号，这位表弟送来。你在关心送些宣子来，我妹妹真是有你。好。妹妹，这是刚送来的香号一样啊！你的宋姐姐，谢姐姐来了，宋姐姐，宋姐姐。
在话为官记不好，为王记的国国情。虽若是官中礼部那人居，我自己出来200两银，从我弟弟出户城，我有弟弟听他名。曾经为的当公王，哪里归我心陪你？弟弟是我有的，弟弟是我有的，是我有的，弟弟，弟弟。梦不像山这样子啊，梦是自然不关父的，大家都要听弟弟，要听弟弟。儿啊，妈妈一定帮你找到弟弟，一定的，只要你呀就多细细问，赶快也是哪点好的呢？哦。你就是郑快邓公子，你是包子见过的他妃你怎么这次我却忽然来了？哎，真是一言难定啊！不家为难不忠贞，希望月中两就此。来无听，就听风雨，怪无忌，平来雨，全是虎狼不成。怎会？你可不能消动啊！此一是此，我也无奈呀。多年多年，也是这里，他不言弃，总是对你就做的对吧？
用得起，眼见万众迎着万要当今不康，今晚万要生息之光，轰动世人。夫妻难停，
地，即使军贵受亲临，假如此地，谁来问？当年我前往美欧，经上钱用不是人，30日故地大聚闹十里，人有乡邻来照应，孩儿我奔发到此苦用功，自立自强傲人人，金秋顺风归自乡，孩儿我立志奔发去进人，儿子望10年辛苦一次归，动荡的去能成名，到那时儿要自我不奔，保留虚荣，鼎力从政立家门，立家门。有人好梦，梦难人，不相信弟弟分离的手不痕，高高默默我成了断肠人。离恩重重彩金冠，思念情意若断魂。这月云影也有情，胸上有为的神，恩给他岂能够他的爷爷空思念，现在是想着他天涯海角把地平。跟随他风雨路，他是一能登空，不停不停风雨
若对王里听你声，到宫中乱起风雨，如今虽是不了法，能归因子要无惧。等不了思念种种要成你，你曾经对着两道眉间一根针，哎呀，他婚成功里我父成冤同的神回娘，大官人心中。哎呀，你这位四宝大丈夫真是财运亨通，宽往日那样的钱哦。老了，人发都发啦。老三老乡今朝哪面去里面好？是啊，每次经上路过五平洲，都要来逛逛紫翠园。是啊，管你家三两姑娘，妈妈，三两姑娘好吗？听说她本去卖文为生。哎呀，张大官人哪里知道？始终等快上京之后，商量他文章不写，应个难尽。哎，这真是年华不多，年年有，烦恼不根，日日生啊！妈妈，既说三两姑娘立志不肯为唱，那你留她无用哎。莫怪我当成风里无意中心啊！哦7年啦，怎么？我丈夫曾万是那么一句话，愿称1000两，对他做过3万。哎呦，你这不是在耽误的要钱是吗？妈妈，青色神魁封了长院，封了8府姓哦。三两姑娘至少要跟他走的，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妈妈，我看你还是还记，等一会我再来听你的回音啊。1000两。幸亏在此之前，我有当有马，不让他做事。如今他要是真的中了状元，封了京外，一定要把3两夺去的呀！我才是当天月龙放清风，岂不成才两个空？我的不放陈三两，他真快知道是难用。好在那位自保上，就把三娘来看中，家家高不偏
成交，观察其人年迈翁，我一面光夸把三两妹，一面抱起把人中，记得人亏一高度，叫他关心去相公，自不强争天下事，一曾经我远走高飞，逍遥他乡万字马，这一程风。到一尊小卿关衙门，应分此生一人，就是当年李公明。原来武定之富城原有一烟花女子，名叫郑三娘，被美于此宝坊，张子成为妻。苦着问其上面一无红的裙边，而无混边银丝，还是问其之中，却见了张孩不良一票。分明只要本局非当婚姻，将那女子对于他为妻。这算不算存赃？这算不算是亏？这女子生也罢，不生也罢，那妓女能挑他胡啃，终日也件好事，本就理当分的。上此莫非是眼观不义，自有人。我怕是太死心眼凉，将我离亡命哦。这年路怕遭残酷，一遭蜂拥得成心。我乃是新官出当人，非可引咎却问你，我同是被所谓愚错心，长久有时不穷衙门。
情吧，一生悲，只知道苦修本文的情理。我想得太多了，一女容娘本好事，修人的你生来一人，妻子有劳不顺存，莫上千里见公真人。太让了。等宝儿很多不成地，可是方方有家西头。换来到车上宫廷，见识在不正途，本不远的。大老爷在上，小女子真善良可敬。真善良，是谁将你卖与客商？当下宝儿，既然如此，理当跟那客商前去。小女子不愿进去，他对容良与户不好，真是不愿。小女子有下心弟弟，用你讲来。大老爷有小金子在宝剑三两青花针，金子里宝儿穿在美良地，官地里将我埋于当之城。那老茶年轻贴的是封建府，我三娘24岁真心承认。遇到是真父母姑父子thân，老夫少妻真太婚。真善良，将那老客虽年轻气人，可他那是私宝上人，家在万官。你到他家有相不定的荣华富贵，有哪一点不好？荣华之言，富贵之云，小女子的心不会对那荣华富贵所动。因为要出国的容良亲吻，我宁愿为夫此愿，也不跟那方子成前去。无色，你官员落水为急，岂可日日一幕央有此恩？小女子虽不奉正，常一人当生言辞，将那方子成衣装这事，将我偏来到此，无法确中于他，不知也非怎样将我之恩义大胆！刚刚自报上好意说你容良真是偏来，你的非要将水母定用大营审理。大老爷，你几次三番苦苦对我在那方子城前去，我替大老爷得了他的好事不成。这句话可见我心情，倒叫望你安戚戚。
条，为谁要本罪将这女子送与他为妻？我倒为此当这个好歹。真善良，你到底去死不去死？大老爷，为官理事公道，不独名利最为高，少变幸福须分明，我把自己都颠倒。那本叫你尽管尽当真说保守功劳是我了的，来呀！真善良，你到底去死不去？就是大老爷却当小女子，就是刚到家境，我也就不便去。好一张立刻，当上一语问题写得明明白白，岂为却夺了呢？请问本期上可有小女子亲笔画押自由？可有官兵引出这本是非常回言？这本期是武定队所写，要给官兵也有武定队所给。你是设计长者，只怕你给不得官兵之苦。真善良，你虽然不肯离开武定州，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这不牵挂，武定州有我的兄弟。哦，我明白了，这老爷去把你兄弟捉来，和你一同针对那客当前去，弟弟也不早些相见，你看是何？我那兄弟是怕你算他不懂，不是，当常这个衙门难道算不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
那兄弟也是个做官的人。你兄弟做官的，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也做起官来了。但做官还是个大官，总不见得父母也养子一个母亲之福吧？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衙门比你还宽，机关比你还高。难道是赵林清查不仁，真是大不敬哦！陈德良，你那兄弟是哪年送去，哪年银子进到你的夸下来，只有一查出那面自用大人。大老爷，请讲。我兄弟家4年前中出去，一头年间的你，就听见金巴布山东茶坊自然你，大东厂是哪一个真亏就是兄弟你。兄弟是恩怨很大恨，我知道凭空得来你而不对自他乎破千里。我们可以困住。为平安，岂肯让他积极若遂为己？看来是我将他当见了，他归了平安来向我。陈善良，你沈大人可是一目不动到今日，莫非是说把弟弟也不是？大胆叫你与沈大人也不是同胞，虽说还不是说把弟弟分明是心口无言，一天不是万语我万语下定弟弟。我与陈奎同是天涯人我人，最难亲和气的口，换了与公子相陪，万难相知生死意，为是陈奎我人气，不知乎他发生何之本，我言那是今所是少的人，烟花女无情子做先生，今夜多岁机灵，数年岁月苦必定，大业为是出京城，铁西长赶紧下放东头请他一闹，他不但是沈大人的恩弟，还是沈大人的恩师。不想这女子有些也能一日有地，可以交不出上元来呀。沈善良，你自称是沈大人的先生，不知你教他些什么？究竟是资质不佳，叫书法梅花传情。梅花传情，像这梅花传情，我弟弟能写，难道他也能写的？沈善良，本就要看你的梅花传情写的时候，可否当当写了？
请老爷私下给你。来，去问王四宝与他。请老爷多次也是郎好，再要也是何用？小女子是有脸的，当真能写梅花断情。你上去去死了！在其他人。小小却春光，仔细听郎好，老在关心，就是大人大。世界之大，无极不允，我弟弟三岁能解，人家也能解的，我少把烟花女子口人为弟弟，是不落得个小我。蒋家长有领子之分，周易古今，外人不知，不妨问他也尽在这。来，将本子里周易古今去了。本善良，本罪问你周易古今，你可通晓么？刚才有不是些梅花放弃，此去有本周易古今，我的他。不，各位，我立身中各位出事当过，你真不违法，老爷不算本来。已经落了四卦的二十个卦后名是怎样讲的？第二十八卦名为大夫，里有冤枉恨。是啊，苦养身体，老夫的早起无不利。按此而言，老夫早起没有什么不利呀。老爷枉的精神精算断句不明，瓜名大夫是个大大的过错。枉本老夫的早起无不利。福是这不应有这样的事，不利就是把有事日乃是大大的不吉利。第二十八卦是这老夫的早起原是大大的过错，是大大的不吉利。陈三良，你此种之间是从何而来？只要女子之中之间，子无一家，与众不同。你这对是哪一家的一经之分？家有所传，历数之分，共有几卷？共有3卷。现在后子教育是有将就算，无人受的历史受力，什么先不一言。快走！准备停住！
你还上走吧，你还上走吧，儿头因谁头心不痛，至今我家不不亲陪，是不不明心风雨埋小人，也是埋分点滴他要几度成你的莲花风浮尘缘中等等残了心将你理不明，起的泪
寒窗夜独哭永记，只是那得度的小贼想哭只盼他一时写着动身，盼那夜灯下不了情深相逢。常言道，鸟美如毛身，美景想不到，你真的是值得关心。如鲜花女子到今吧，你家子当官之辈。真情山上无沙就流金，龙人那灰黑里里，山上官报被不去，山上买个放真真，到了东马上要出息，压着你用茶饮，你是母婴之魂，天上木匠数天望清水，清水身上真让人觉的呀。冤却死的老夫兄弟对你造访，你我那人道，真善良。恩信在上，是小弟不得来。你是当年的身份，还是今日的身份？恩信，这时候应该是当年的身份，我完成这记忆吧，但是今日的身份，我就是说起了。小弟乃当年的皇后。我派人到武林镇京，那当家宝儿生意不才人士，但不知又是何来到这长州衙门，在这里当官司。眼里可有明知这一为敌啊，要他无用，可恨当家宝儿将我埋于当自城我所愿点去，谁知道长州之父他穿上不悔，兄弟想跟我结，天地上有宁子，冬夜血雨作为老矣，这个姐姐绝对哭也。
恩弟，他就是你13多年的同胞兄弟。听完说法来定罪。恩弟，李王令团上王法不应吧？是，我家恩弟父母早亡，弟弟有13多年，应得今日同亡。更令所属之人各公民来死不义，既是初犯，又是恩弟的亲兄弟，你将他关将一劫，既是今天也就是了。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你是难道这官方之说，除了忠心就是正心，这又是正心，心正心，不知道这又是正心小的例子，心里自己激动相听。李凤鸣他非常何得？这是吕万同年发办，这是初犯，下之为例。此次郑大人请帮助。3两9年3件大事，哪3件？他出动之故变成水，又在当下不发毛，王子办法知名度，你要设法子在求你第3章，你让我带了红银把安家苦难把这自古正在平定之高高，4年来生子流于飘四方，诸臣交会转重阳，这都非曾见过恨，为对臣子。好时光，这真是做官用一生难，不要再提起陪身旁，曾经儿都是做人重情。要你不多许我
这是举目恨恨，我刚在无法边聚会，谁有应得难困了，叫我女当不顺意，听他人爱里的把父永藏。